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5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又增加19例，另外对今日开始建议停办室内100人以上、室外5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第二批武汉包机经过14天的隔离已经真圆满，另外针对搁留伫武汉的台湾人，无排除用指定航班方式。美国的武汉肺炎感染者到达已经超过54000例，就连太平洋顶头的航空母舰遥三的海军受到感染。今仔日伫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又搁增加19例咯。目前全台湾已经有235人受到感染。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新增加的个案大部分拢是伫国外食头路、读册加旅行的少年人。指挥中心也宣布讲，对今日开始建议停办室内100人以上、室外500人以上的集会活动，也针对着医疗机构、中照机构的医护人员，若准有病症出现，就要随来体检。国内阁新增加19例武汉肺炎确诊个案，而且全部拢是境外移入。累计全台湾已经有235个人确诊，新增加的病例大部分拢是对国外做工课、读册或者是旅游回来的少年人。其中第222例到225例4个人，甲真正确诊的第152例是读英国同一间学校。4个人回国的时阵，伫咧机场互查落来确诊，判断是一间校园群组感染。第226例是埃及旅游团的团员，居家隔离的期间发病确诊，这团队前已经有10个人治病。第233例甲第210例捌做回去英国佚佗，回国了后发病确诊，其他13例拢是境外移入，是独立个案。在机场就裁剪拦截的有7位，那居家检疫的有10位，居家隔离的有1位，那自己去自行去就医的是有1位。那里面大概是从美国的有旅游史的大概6位。那英国是9位，而且为着避免发生社区群组感染，指挥中心嘛宣布，自即马开始，室内超过100人以上、室外超过500人以上的公众聚会活动建议停办。若是室内100人以下、室外500人以下的公众聚会，必须要进行风险评估，活动进前嘛要定定防疫应变计划。6项指标包括你事先是不是可以确实来掌握这个参加者的这个资讯、人员的名单等等。那这个活动的空间是不是足够？那通风是不是状况是不是可以良好？那包括活动者、参加者之间的这个距离。还有顶一日发生照护机构护理师确诊的案例，指挥中心嘛针对医疗医护、长照机构照护人员扩大采检。若是出现发烧、有登呼吸道的症状，就要随进行采检，而且2届采检阴性，唔免食退烧药24小时了后，就会当回去做工课，唔免受到隔离14天的限制，避免医护人员无够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咱台湾的航空公司也发生服务人员感染着武汉肺炎的情形啊，其中有一个是中英航空的空服员，伊伫3月连续飞美国1年。另外，阁有2位感染者是北美线的华航货机技师。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讲，已经要求航空公司要做好管理，交通部也要求华航要交检讨报告。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证实，国内新增加2个武港公司的空服员确诊个案，其中一个是中型的空服员，伫咧3月7、8到11飞美国的航班，3月15继续后一撮工课飞去印尼，伫咧3月2日发病，2天了后确诊。另外，指挥中心嘛证实华航的确诊员工是2个货机的机师，因是伫咧3月12到18飞北美线的货机。3月的机师班表相隔只有1天，所以如果这是属实，那代表是说我们华航内部的管理没有照着疫情指挥中心的建议走。公司对于这方面呢是基本上是非常严肃来看待。交通部表示，机组人员若是出现确诊个案，指挥中心会先通知航空公司。交通部已经要求华航交报告来检讨防疫措施。我们这边已经请华航再了解一下这2位他到底过去在外站的时候的行为到底是什么哈？他们现在也在拟一个报告回来。那我们当然会就是否有这个漏洞的地方会再了解。国际航空的机组人员小连续出现确诊，敢是有必要修正目前免居家检疫14天的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机组员免检疫是有一系列配套，会监督航空公司严格执行。你在外站的干部一定要落实督导。这个整个机组员的这个部分，一定要落实。那如果被我们一查到这个没有落实，那违规，那这个机组员回来就是这个一定要纳入居家检疫14天。
技术工会回应讲，两个较真的飞机技术是伫咧美国升级做3期，更是进前就倒来台湾，所以迄当初伫咧外站嘛无袂当出外检定。若是桃园市空服员这个工会是声明，希望航空公司对因为公务来治病组员负责任，包括相关医疗费用补偿，还有答应保障组员后手的工作权。记者综合报道。伫咧3月初11，有第2批武汉包机登来台湾的有361人，在今仔日经过14天的隔离，总算是圆满咯。真侪人对医护人员表示感谢。不过第3批的包机敢会有下落呢？以前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也表示讲，会以包机为主，无排除会用指定航班的方式。经过久长的等待，25透早，第2批包机等来台湾的民众总算会当回去处理。因有人有亲人来接，有人坐游览车，分别离开南口、桃园，也有宜兰等3个隔离所。亲像拄仔为宜兰检疫所离开的这一家3口，摕行李准备要到车头坐火车，恢复自由，真欢喜。台湾的医护人员对我们照顾得很好，谢谢你们。医护人员真的，我看到真的很感动，很感动。登来台湾的因虽然要先隔离14天，但是因对方照顾的环境真满意，用手写批到画图表达因的感谢。但是嘛有人搁留伫乌北，包括152个学生甲幼囡仔，搁有6个有心的护理人，一直对政府发话，讲想要回来。环保长讲，武汉解封，我会当解除住址，会当回去台湾。所以就讲，阮全部都用包机回去。阮实在唔知影要安怎较好。是不是可以再一趟包机2架飞机，比照之前第2次包机的模式，1架华航，1架东航，这样可以接回400多人。第3批包机到今也无消息，市政府摕出上新的统计名单，表示目前剩大约600个台湾人内底，有部分的民众有赶紧要返来台湾的需求，希望政府会当赶紧推动第3批包机，也是解除因的注记。但是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认为，也是爱以包机为主，但是无排除定点定时的航班。解封跟解注记，这基本上是2回事。所以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它还是有在注记上的一个必要。方向上，还是以包机为主。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排除说有定点定时的航班。陈时中强调，武汉内部疫情风险有望阁需要观察期，暂时未取消注记。对阁留伫武汉的台湾人返来到台湾，还是爱建议爱集中检疫，但是这并不是处罚，是风险的管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湖北省除了武汉市以外，其他所在在今仔日开始解除封城，民众会当利用青色的健康码，就会当来通行。因若武汉市就要听候到4月初8才会解除。中国官方也公布2月上新的数据，新增加的47个，讲是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真欢喜，总算会当通行。中国讲疫情已经稳定啊，湖北除了武汉以外，解除离开湖北通道的管控，恢复对外的交通。武汉市就要等到4月初8才会解除封城。离开湖北的人，摕湖北健康码、绿码，就会当离开。高速公路已经出现排队的车阵。太激动了，终于可以回家了。心情还是挺好的，因为可以正常的恢复我们的工作嘛。唔那安尼，车头嘛已经消毒好啊。2月武汉嘛会恢复部分的公车运行，总计路线有117条。不过坐车就要挂喙罨，嘛要徛名顶坐，扫描条码坐车。中国政府面对疫情是真乐观，24开始八达岭长城会恢复部分开放，让民众来行踏，消透心情。待在家里肯定不爽啊，尤其时间久了，憋得很厉害，就想出来玩一玩。对，现在肯定是好多了，但是户外的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还是没有结束。长城园区人数有管控，入来就要磅体温，专程爱挂喙罨。其他的区域，比如讲水关长城、古长城、中国长城博物馆也未开放。也若中国国家卫健委2月宣布新增加的病例47例，全部是为境外移入，本土病例各一个零确诊。3月24日。我国内地无新增本土确诊和疑似病例。今天起，湖北除武汉市以外地区解除离鄂通道的管控。
中国政府强调，目前爱全力防范的是境外移入的病例。国内疫情已经撤落啊，目前部分的餐厅开始恢复营业，也若乌北省嘛更新县市疫情风险的等级。上严重的武汉即嘛降做是中风险的县市，嘛代表中国疫情高风险的县市已经无啊。武汉嘛积极推动企业分级分区有条件复工，不过大专院校到幼稚园是继续关的。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继续来关心美国。美国的疫情是愈来愈严重，就连伫咧太平洋的航空母舰遥三的海军受到感染。美国到今累积病例已经超过54000例咯，死亡人数也超过700人。疫情上界严重的纽约州，因的州长表示讲，疫情拖了伤紧，联邦政府就要赶紧来倒出骹手。Is that the rate of cases, the rate of new infections, is doubling about every 3 days. We're now looking at a bullet train. 病例增加的速度已经紧甲亲像清洁列车。纽约州州长古莫伫当地时间24向联邦政府发声加强援助，强调州内状况已经比加州、华盛顿州严重10倍。伊嘛指出，疫情的高峰期比原本预计5月份更较早，会24天至21天以来出现。纽约疫情恶化，真侪民众拢离开，烦恼讲病毒的扩散。毕竟24号要去过纽约的民众，应该爱自主隔离24天。Everybody who was in New York should be self-quarantining for the next 14 days to ensure that the virus doesn't spread to others. 当地时间27天，全美累积病例已经超过54000例，超有6成是伫纽约州内的，总死亡人数超过700人，超有3成嘛是伫纽约州内的。CNN 佮指出，全美过去一天新增加160个人死亡，是美国目前为止死亡人数上侪一天。同一天嘛出现第一件还未满18岁青少年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病例。百老汇真有名的剧作家，去年得到当年奖终身成就奖的麦克奈利，日时嘛因为感染新冠病毒死亡。另外，疫情嘛拖到军南去，美军日时通报部署伫咧太平洋的航空母舰罗斯福号有3个海军感染，目前已经隔离而且落船。疫情继续伫咧滚价，美国总统川普却表示，要拼伫咧4月12个偌济进程来开工。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ease the guidelines and open things up to very large sections of our country as we near the end of our historic battle with the invisible enemy. It'll go on for a while, but we win. We'll win. I said earlier today that I hope we can do this by Easter. 川普强调讲，防疫甲经济爱达到平衡，美国袂当继续关起来，若无民众会失业，国家会起互毁掉。目前全美有超过1亿人袂当出外，10万的企业停困，8万的人失业。记者综合报道。受到疫情影响，国际奥委会决定东京奥运要延后1年，上班伫明年热天举行。这也是奥运头一回因为疫情甲时间延后。不过有筹备会委员却认为讲延1年伤过乐观，建议爱延2年。也因为侪人侪意见，大家拢有无同款的考虑点。今年的东京奥运确定要延期啊！体育署长高俊雄也强调讲，部分的奥运资格赛积分赛到当时也未确定，因会继续替也无资格去拼奥运的选手做比赛训练。上届艰苦的就是一寡选手面对奥运延期的心情，体育署会甲因加强辅导。2020东京奥运被迫延期，不过台湾已经伫10种运动摕到32席参赛资格。体育署长高俊雄指出，已经摕到资格选手无受影响，无摕到项目，但国际大项协会提出配套对立影响。甚至团体里面，国内已经有经过一定的机制程序，确定是谁来代表这个团体参加的运动员，这些也不应该要改变。那除非选手个人他出现了一些状况，在之后的情况，可能会避免说我们到国外或者其他地方去异地训练，所以这怎么样来调整到在整个中心里面的训练计划？我想这个就是我们一个必须加强的一个部分。组团备战支持国内上战选手的黄金计划拢继续办理。棒球奥运6场戏资格赛爱等美洲区资格赛拍了才知影后续，不过伫台湾举办应该是无变化。东奥延期，运动员本来应该伫今年7月将状况调较上好，如今搁要重新训练，尤其年岁较大的选手恐惊较无优势。郑浩春本来他课业上还有一点受伤。所以他的冬季训练的计划是延长，所以这样看起来，以他来讲的话，应该对他稍微是有利一点。那对我们选手来讲，因为我们大致上刚好也在24、25岁当中更成熟。贾志凯他的鞍马项目，英国那个已经28岁，所以他在隔年对他不是优势。
比赛项目无同，选手的状况甲年会有差别。奥运延期到底是优势也是劣势，目前唔知影。不过高俊雄讲有真侪选手普遍有不安感、无确定的焦虑，会加强心理自相辅导，应继续争取积分加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头起先要来提醒民众，千万唔通表示防疫工课。讲到防疫是需要众人做伙来配合的，所以来要讲的拢是爱在家检疫所逃走出去的人。伫咧台北市有一个人拍无72点钟，伫二市有个人找到，随意该罚100万。伫中华有一对翁仔某逃走出去买物件，伫咧婚礼个人逃走出去办手机号码，有影是喊呱呱。2名警察押人坐防疫客停车，各由警备车一路押送去台北市立联合病院和平医区采检，因为伊已经失联超过72点钟，台北市政府依法要罚100万。那他这4天都没有回他的居所，他都在网咖。那他去过的地方，目前为止都有掌握。那如果他的状况，如果他不是确诊的话，我们就会让他进跟中央申请集中检疫所。台北市政府表示，单车21为中国入境台湾是居家检疫对象，不过隔天就发现伊失联。24市政府公布相关资料，当暗警方伫网咖找到人，另外无遵守规定的，还有中华官人这对为荷兰登来的翁某。他自己知道伊身份了吗？知个照出去，伤寒吧。根据我们了解啊，他们外出的时间大概是半个小时。那这个诚信的民众啊，他是外出去洽谈生意，那他的太太是外出去购买药品跟这个生活的必需品。警方接到监控防疫专用手机发布，调路口监视器发现这对翁某确实违反规定出外，马上去查访个联络因，马上倒来。伫婚姻有一名姓林的查甫人，大旅馆被拒绝了后，竟然走去通信行办门户。他们跟我说，大家也不知道他是从国外回来的，对，当然我会紧张啊。通信行头家娘惊一条，马上留对方资料赶紧报警。警方调查，这查甫人本来应该居家检疫，不过前后被厝内的人甲旅馆拒绝，目前已经安置到防疫旅馆。不过无论理由是啥物，违反规定就是一定要罚。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的疫情也让国内需要在家检疫民众超过4万人，地方的村里干事也拢做家做伙来分担，真侪人是做家会苦家，佮未分伙。疫情指挥中心也甲6都要做伙来设一个呼救中心，做伙来分担卡关怀电话业务。将泡面水饼送到门口口，针对独居小家庭居家检疫的人无法度出外。台北市西安里里长李国成主动到三港买物件，真大心。伊负责里目前有17人接受居家检疫。我是里长，你今天体温量了没？早暗拢敲电话关怀居家检疫人身体状况，过程就差不多要3点钟。里长表示，面对无形的敌人，长期抗战压力是真大。每天早晚量温度的时候，他们的口气都不太好。邻居常常来问我们，他们这些人在哪里？不能去跟他们只讲这种住址跟邻居的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所承受的压力会比较责难的比较多。这一阵啊，等下台湾的人拢爱居家检疫14天，致使居家检疫人数降袂落来。目前全台居家隔离超过2700人，居家检疫43000多人，集中伫6都。新北市上济11000多人，台北市排第210900人，台中市6300多人，桃园市5000多人，高雄市4300多人，台南市2700多人。村里干事投入防疫作战，业务增加真济，逐工是无用气气。留学生。而且他们回来的话，真的要调一下时差。那就是利用1次、2次、3次的电话跟他们沟通，跟他们讲，慢慢的他们就会觉得就当作就等于是朋友打电话来。疫情指挥中心拍算6都政府成立呼救中心，分担基层压力，目标让每一个村里干事负责10人以下，上紧1日定案。村里干事、村里长非常的辛苦。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调用其他的能力来支援，绝对不会让这个能力来出现空档或空隙，不会这样子哈。
内政部强调会适时调人机关，确保地方袂欠人。不过，里长伫防疫第一线感触强心，因为除了分担敲电话工作，中央应该加派人力，提供运送物资的协助，才是上接近民意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今仔日表示讲，要甲全民防卫动员准备发2年1摆演练，用伫社区感染的演练顶头，就听候中央政府下命令。有人认为讲，这是伫咧替封城做准备。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德却认为讲，实际演练恐惊引起着民众惊吓。面对国内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数一直咧升悬，强调超前部署的新北市长侯友宜、2号车副秘书长刘浩然调集各局处，甲全民防卫动员准备发2年1变的演练，用伫社区感染演习顶悬，包括资源的盘点、道路的限制、人流的管制，事先规划，嘛互看做是要替封城提早做准备。如果真的来了，有一天需要做到更严格的管控，我们就随时可以启动，因为我相信中央一预告，也许只有短短的1个小时、2个小时，我们就要全部上岗，全部做好资源体系，进到新北市、进到台北市，甚至桃园市。侯友宜强调，为着要救性命，牺牲部分的活动是有价值的。新北市要随时做好下当启动的准备。不过，二日就要进行双北论坛讨论防疫的台北市长郭文德是认为，即马实施实兵演练，可能会引起受大的惊吓。主张伫岛仔顶演习为主，提早部署、提早规划啊就好，唔通超过伤济。因为要封城的时候，如果是要到这种程度，它这个大部分的权限不在地方，所以我们大概最多是桌上演习的，那细节还是需要跟中央讨论。所以这样来计划我们会先拟的实兵演习有时候引起太大的这种怎么讲，大家恐慌了。郭文德认为，目前的病例增加也是由境外移入为主，国民防疫的观念好，疫情有长，能量唔通一笔用甲了。郭文德嘛宣布，台北市第一期纾困措施，包括营业用水全面减价15%，营业税减少到15%的，会当延续12个月，甲补贴优势减租等6项，替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活动做第一期的补回。记者综合报道。海巡署日前伫小琉球海峡抓到31名越南偷渡客，23暗时有6个偷渡客甲铁通破坏了后，对中港营区逃走出来。海巡署也随踪到2个，甲1个要接应走的人。另外4个偷渡客会照线索甲因抓倒转来。好亲像是为做食药的细䘼的偷渡犯，经过警方协助催吐了后，家己行出南投这个面体。警方甲海巡人员专程戒备，将伊送病院。另外一名细䘼的偷渡犯，佫走到台北市，伫海巡人员策动下自动投案。这2人是伫23暗时为海巡中港营区留置所逃走的越南籍偷渡犯，海巡真紧就抓到人。其他还没有弃捕到案的有一些犯嫌，那这个部分我们也透过相对的一些分析跟比对，那也初步的掌握这7人的一个行踪。及时找到2个人，佫抓到1个接应的人。不过，依然有4名越南籍偷渡犯伫外口找无，这是防疫关键时刻，海巡署无民主。署长陈国文第一时间对外会室内也表示，会处罚所涉的人员。追根究底是人为的问题，是我们有缺失，那这要该惩处吧？会惩处。好，那接下来这脱逃6位有没有把握可以抓回来？我们尽全力。目前台湾有52000多名失联外国劳工，23台中警方也查到10个越南籍非法劳工，客伫一台厢车内底，全部拢无挂喙罨。各地加强查缉，要全力围堵防疫抗衡。移民署也以降低罚款、减低遣送时间，鼓励非法劳工家己到案，正甲越南方面协调，加紧遣返的速度。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说分明，咱来关心日本的武汉肺炎疫情。目前日本的感染人数大约是1200人，不过因也发现讲，对3月中开始有一批人对欧美国家转来，也互因的感染人数一再增加，初步感染源也是愈来愈多。佮再加上春假特别结束了，学校的防疫也是一个大问题。咱续落来看法国的疫情，第24个增加240人死亡，死亡人数也破1000啊。伫咧意大利是增加743人死亡，确诊人数也特别到7万人。官方也开始限制因的民众袂当出国。西班牙的死亡人数特别到3000人。伫咧马德里，甲一大出兵场改做临时的殡仪馆。罗西亚也用10万台摄影机伫咧监视爱隔离民众。
法国东部科尔尼蒙这间老大人照护中心怀疑有菌株感染，老大人的死亡人数称悬，目前已经知影5个人身躯顶有新冠病毒。Par mois, on comptabilise habituellement 4-5 décès. En 15 jours, 3 semaines, là, on est à 21 décès. Et on déplore également encore une personne hospitalisée au SHED. On ne peut pas affecter tous ces décès forcément à l'infection Covid. 法国的疫情严重，时时风声林咧要1个月，官方拍算扩大封锁。Je parle bien d'une estimation parce que si vous posez la question à tous les membres du conseil scientifique, personne n'est capable de vous dire avec précision. 意大利2世的死亡人数甲前一天比起来加8.2%，不过官方表示封锁的效果已经有出来，感染率变慢。全国封锁原本是4到2个，即卖延长。另外，官方强调严格禁止凊彩出门，违反规定的人会重罚400到3000欧元，等于是台票13000到90000。西班牙确诊的人数目前全球排第4，死亡的人数得要3000例。中大疫区马德里不敌的病患挤逼太平间，历史政府征用附近的一座复合式出殡场，在业者的同意之下改做临时殡仪馆。西班牙医疗资源严重不够，前线医护嘛得要挡袂牢，认为短时间内无法度把疫情控制条例，互人真烦恼。俄罗斯为着掌控疫情，按10万支摄影机监控网络，用人民辨识系统针对隔离者监控。俄罗斯并不是目前唯一一个利用高科技对抗疫情的国家。台湾甲南韩正正都有使用监视器、手机啊、定位系统等来追踪隔离者。记者综合报道。武汉肺炎影响到航空业，真侪航空公司唔是停飞，无就是减班，甚至有员工伫咧班无薪假，或者是防裁员。国际航空运输协会表示，受到疫情影响，今年全世界航空业可能会出现损失大约7.6条损失。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世界各国为了防止疫情扩散，纷纷封城，也是旅游限制，影响全球航空业。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AITA 理事估计，全球航空业今年恐怕出现超过2500亿美金的损失，相当大约大约7.6条。理事长狄祖尼艾克呼吁各国政府提供支援。Now that the crisis has expanded by the end of February, we have something like 2 months or slightly less ahead of us in terms of cash. After that, we will run out of cash. So we desperately need cash injection in our industry for an amount and in various for an amount of $200 billion we have estimated as a cash need for the airline industry. 全球航空业者因为疫情真凄惨，新加坡航空宣布破96派运零，各讲新冠病毒疫情是开航以来面临上大挑战。国泰航空旗下香港快运航空是宣布暂停所有4月底前的航班，阿联酋航空也宣布3月25起停飞大部分航班，只飞13个航点。2礼拜了后，评估情况才决定暂时重开。其他像加拿大航空、全日空、达比航空、挪威航空甲澳洲航空，也拢传出裁员减班，也是放无薪假。We are in an emergency situation. We need cash urgently, and so everything that complexifies the rescue package implementation is has to be avoided by any means. So we need speed and massive action. IATA 警告，全球航空业财政困难，若是欠政府的支持，上摆情况可能会有达到半数的航空公司会伫未来几礼拜之内宣告破产。此外，有真悬的机会看到欧亚非国家经济大崩盘，也就是病毒造成的负面影响将会继续，经济复苏可能比原先预期还佫较慢。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韩发生用手机软体传播女性防草带影响，这件社会案件的主嫌赵周斌自个透早一项起诉，而且主嫌无甲面掩起来，搁伫媒体面头前甲大众回示的。 저에게 피해를 입은 모든 분들께 진심으로 사죄의 말씀을 드립니다. 멈출 수 없었던 악마의 삶을 멈춰주셔서 정말 감사합니다. 这是南韩制定性暴力犯罪特别法以来头一摆公布还未定罪嫌犯身份。这件专门针对未成年人所翕的性剥削相片甲影片，并且伫社群通讯软体台港市以上悬150万韩票卖出案件，受害女性至少74人，其中16人未成年。除了主嫌甲共犯付费家己被叫做恩豪邦的匿名会员超过26万人。
因唔来看，也提供金源，甚至共款上传影片助长犯罪，却自认支持正常付费看成人影片。这女性家己也应该检讨，引起南韩民众真大不满。已经有500万人伫青瓦台请愿网站联署，要求当局公布N号房台港市所有成员的身份，并且对因当的处罚。 경찰은 이 사건을 중대한 범죄로 인식하고 철저히 수사해서 가해자들을 엄벌에 처해야 할 것이고 특히 아동 청소년들에 대한 디지털 성범죄에 대해서는 더욱 엄중하게 다뤄달라고 문 대통령은 말했습니다. 韩国媒体报道，基于警方调查了发现，主嫌刘周斌的女朋友也是74名的受害者之一。伊将女朋友被虐待影片同款放伫网络上，互人付费观赏。嫌犯出现伫首尔经路警察局的时阵，头壳甲阿妈棍拢有明显包起来。警方表示是伊家己自残所造成的。 警察局大门迄当时组织了真侪受气的示威者，也着为台港市交公家以及顶发所有相关的标记，对嫌犯的作为开喙大骂。记者综合报道。台股在今仔日是开悬走悬，落尾有起359点。不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警告讲，已经予全世界经济衰退，有可能会出现甲金融大海潮同款遐严重。也强调讲，就算疫情结束啊，国内经济要稳定，上少拢要3个月，而且全世界经济是更较歹预测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甲世界银行拢预测，武汉肺炎疫情会致使今年全世界经济衰退，而且佫预测今年世界经济成长率会比去年的2.9%佫较低。甲2003年SARS时阵比起来，迄当阵台湾受到疫情的冲击，国内经济要恢复，就要用3个月时间。但建议预测，武汉肺炎疫情结束了后，国内经济要恢复嘛，要一段时间。 SARS 让整个空运业影响减少了35%，再花了3个月才爬回原状。MERS 的时候也差不多，掉下来的时候1个月，爬回去3个月。当疫情结束的时候，它没有办法马上变好，它要花2到3个月，因为那时候大家不敢坐飞机，不敢观光旅游。 各国的预测机构拢一直修改今年全球经济成长率，拢无认为讲全球的景气会变好。但经伊公布2月份营业气候测验点，发现制造业、服务业、营造业拢是降低趋势，拢对未来半年的景气无信心，佮加上油价落真济，外界烦恼讲可能引起物价水准降低。是台湾今年可能比去年差，也许差很多。台湾相对讲进出口一定受到影响。那现在就是寄望就是在政府的600亿加400亿，加上昨天的纾困2.0，这个基本上都是救济，让它维持基本的消费能力。 世界各国的政府为着要救经济，拢来降利率、量化放量。美国嘛准备通过2条的纾困方案。美国起，台股嘛对国际行情来行，嘛出现落到底翻起的状况。台股开悬走悬，盘中去超过420点，来到9700点的大关。啊，毋过盘中起的状况有较收，尾盘也是落来9600点，尾就去359点，收伫咧9644点，成交量是1830亿。 但经伊分析，政府为着要救经济，央行降息一码，而且佮透4人头一届透过银行专案融通，放出2000亿的纾困金额。另外，台水、台电嘛提供水电甲加速降价方案，总共让255亿，短期纾困先救来输，互国内经济稳定。啊，毋过经济当时才会当恢复，也是真歹预算。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甲观众朋友插播一条上新的消息：武汉肺炎伫欧洲拖甲真紧。英国的北京航空伫较早的时间也表示讲，71岁查理斯王子也确诊了。不过，伊即马目前伊的身体健康是真良好的。接下来继续关心着咱台湾的情形。政府所规划23亿振兴抵用券，要等候疫情较收煞时阵才来发放。不过有业者也烦恼讲，因挡袂到疫情收煞时阵，因就收起来啊。经济部长沈英丁在今仔日表示讲，正咧研究疫情期间的拍折券，暂时是锁定伫电商平台，大约有拍8折的优待。 传统摊商盐酥鸡店开无偌久，就因为爆发武汉肺炎疫情，生意受到影响。摊商头家无奈表示，希望政府会当赶紧发救命钱。对23亿进行抵用券无信心，认为不如发现金较实际。
当然是钱是最比较那个比较实际一点啊，想要去买什么就去买什么啊，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去买。因为经济经济部表示，进行抵用券发放时间点恐惊会等到疫情结束，不过多数业者烦恼，恐惊经未到疫情结束，到时阵店家已经倒了。对此，经济部长沈荣津表示，近期将会推出另外一个刺激类似方案，强调会在疫情期间发放。折扣券的部分，我们大概折扣的话是20到25，这个部分会 extra 的。即将推出的折扣券甲23月进行抵用券无同，新部长表示，经费来源是以患者级的企业补助400亿中来支出，暂时锁定疫情期间只会当伫电商所谓平台消费，并且用20至25%拍这优惠吸引民众消费。可是我年纪也大了啦，这个东西也不太会，所以以前几乎没有用过，所以我在想，我如果拿到这个的话，我可能也不会用。我会购买差不多1000多块的东西，然后1个月就差不多有4000多块。那如果政府再用这个优惠的折扣的话，对我来讲吸引力蛮大的。要么学者认为，这会当透过电商消费的折扣券，恐惊无法度帮到基层产业，颠倒帮到因为近期提经济加持、营收大爆发的电商。他们只是在意说这东西是好卖而已，所以说你说只有几百块，要这样分出去的话，最大的好处获得的就是电商跟电商的供应商而已。学者表示，无论是折扣券，也是消费券，甚至现金，拢是为了刺激消费。建议应该3方面同齐，大家才会当受益。经济部表示，方案也伫咧研究，详细内容也需要行政院定案了后才会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去年9月，伫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内出现超过200桶，唔知是虾米款物件的垃圾水。经过环保团体甲检警做伙合作去调查，才知影讲是一间台南的无牌科技公司共乱拼的，而且这寡垃圾水内面有重金属，对人体有危害，好佳在无流出来。伫几片树林内底有上百桶蓝色塑胶桶去用电力接，虽然是偷盗的，有心的业者也是无希望讲去有人发现。他怎么塞布？他就是怕他运没错，所以他就把布塞。这废水唔知拄倒位来，客家人员穿防护衫、挂防毒面具采样，落尾检验确认这是废油墨，毋过这毋是上毒的。伫咧白色塑胶桶内底废水是印刷地用的显影液，当个高度超标要3倍。同是我们大家都熟知的有害重金属，它对人体的肝脏影响是非常大。这个地点伫咧翡翠水库的集水区，平常时人真少嘛无监视器，要找凶手真正会使讲是海底蒙尖。稽查队一直实验，先讲甲白桶面顶去用卖掉的票仔，面顶原本写的字查出来了后，就找到供应商，查到卖产品的10外间印刷厂的业者，落尾找到台南一间非法处理的科技公司。因为要一路这样上溯了，所以这个案子为什么要办到半年的时间？其实大家都很辛苦的在各种蛛丝马迹。处理这寡废水的成本无悬，毋过业者为着这寡小利，甲有毒的废水等伫咧水库的集水区，万不以污染水源，会损害600万人食水的安全，代价真大。相关涉案的人拢已经移送北检侦办，除了会面对1年至5年的徒刑，嘛去用追究不法所得。记者综合报道。台北的大巨蛋去年都审通过了后，进入勘查分析审查。台北市环评委员会伫今年2月初审，要求婉雄爱补充资料，25搁再审查。委员会审议了后，修正通过。婉雄集团表示，若准顺利伫6月底复工，上紧在3年后的年初就会当完工了。台北大巨蛋停工得要5年，近来有可能恢复施工。3月25，环评审查委员会进行第3届环境影响差异的分析报告第2届的审查会，经过审议了后，修正通过，而且有附带条件，限期管控要伫咧1个月来改善，包括要求要维持资本讲好势种树仔的比率，也有降低厝顶钛板油漆的使用量，避免反射可能造成的光害，也有爱伫咧松烟文创园区的生态池设一个地下的蓄水池，较袂水池内底水因为施工泉愈来愈少。这个部分后续远雄还是必须提出变更制造的设计，然后经过程序核准后才可以申请复工。如果说认为说这个附近的这个大型工程而造成的这个荷花池你们认为有水位降低的这个疑虑，那就应该由附近其他的一些大型的建案，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探讨嘛。假设你要认养要什么，而不是说全部通通推给巨蛋，我觉得这个也对我们来说是
不公平的。阮雄表示，厝顶泰板油漆这部分已经和附近的学校也有居民沟通过，所以来会进行护水的测试。不过有市机关接机大巨蛋附近的交通动线要安怎消透，也有水位下降这部分到底爱由什么人负责，拢讲不清楚。环境审查委员会就通过，根本是硬度过关。就像远雄所讲的啊，如果不是他负责，他该负责，那他不用负责，那谁该负责？讲清楚了没？如果没有讲清楚，环评委员你要不要出来讲清楚？你让他过关是什么意思？台北市建管处表示，确定继续施工的时间，就要看阮雄什么时阵甲大巨蛋变更设计相关的文件保护条。阮雄表示，若准讲顺利伫咧6月底之前得到许可，拍算上紧2022年年初就会使完工。记者阿敏金对玉水台北报道。讲到清明假期特别到了，高铁也当咧安排防疫工作，会实行勤务员分流防疫班表，所有的站务人员会分做3组，各组之间袂当调换班，而且交接的时阵袂当相拄头，避免接触来群组感染。各组之间不能够调换班。那更重要的是，在早晚班交接的时候呢，早班同仁全部离开之后，晚班才能够上柜。那他们上下班的动线也全部错开，那是要降低同仁间的一个交叉感染的一个风险。高铁除了有防疫班表以外，目前每一个车头也拢会加强消毒，2点钟消毒一摆。另外，买票的柜台玻璃窗仔口也拢会用塑胶纸甲搭起来，避免乱抢乱喷。高铁的站务员也提醒旅客坐车就要挂嘴安。本地讲要照常举行的全中运，却因为确诊人数一再增加，为了要防止群组感染的风险，体育署也宣布讲要延后举行。另外，5月全台运加身心障碍运动会也拢确定要来延期。周辉一年半，运动员原本真欢喜迎接109年全中运，不过疫情严重，3月中才甲体育署决定取消传统开幕式，室内采取闭门赛照常举行。25个宣布经过评估要延期办理。虽然当初的 SARS 的时候全中运如期举行，但我们这一次还是希望以这个学生、家长或是整个国家的防疫为优先的。防疫优先，延期是不得已的决定。不过其实前一天，潘平安已经向中央建请延期，因为部分居民反弹，未少运动场馆伫人口密集的运动市区，妨碍防疫。不止全中运，5月初伫高雄大学举行的全大运。5月底伫大东县的身心障碍运动会，体育署表示，避免群聚风险，决定延期举行，为兼顾防疫甲升学权益，会另外办理国三学生甲高三学生的体育职优进士比赛。升学途径去升高中或者升大学的学生大概最近3年大概是350位左右。另外去处理，那避免跟全中运一定要绑在一起。因为大学应届毕业生要考全进运动教练资格，需要全大运前3名成绩，如今延期恐惊失去重要依据。体育署强调，若全大运延到下半年举行，会保留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参赛资格。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立功剧团宣布要取消舞台剧《人间条件6》15场的巡回表演，加纳民众看戏的票钱就要损失2000万。另外，纸风车剧团也因为疫情取消上无有50场的表演。这2个剧团表示讲，因真侪演员伫顶半年赚无到半仙钱。你甲爸爸老实讲，恁受教养无？立功剧团为2001年就开演的《人间条件》系列舞台剧，累积观众人数有7万人。原本按算今年国加演的《人间条件》第6，受到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决定甲观众宣布4月、5月15场的演出取消。我们都其实已经准备好要在4月演出了。但是也没办法，不要给社会添麻烦，至少可以防止疫情再扩散，这是我们忍痛必须要取消的事情。上个礼拜通知说，紫红社文教基金会将在4月份或者4月份要举行董事会，问我说要准备什么，有什么要报告，我就说你发一个通知，请所有董事们把土地所有权状跟房地产所有权状带到现场来，因为我们可能要利用它去贷款。
吴念真这话，互剧团的工作人员心情是真复杂。伊讲，2003年人间条件顺演的时阵，挡有过迄个风波。毋过，即届武汉肺炎疫情影响社会的时间真长，也看无疫情稳定落来的现象。所以上摆的拍算是6月台中各家歌剧团的演出，嘛真有可能爱取消。纸风车剧团是至少取消50场的演出。今年顶半年演员是拢无啥收入。两个剧团拢会翕线顶剧场，而且争取到7个县市补贴表演艺术工作者投稿的奖金。1人不限1支，然后你可以每个礼拜都来投稿，每1分钟的影片就有3000块的生存金。纸风车的团长表示，最近有演员为着爱生活，去兼外送平台送餐员。虽然投稿的奖金无讲真济，不过也是希望伫咧疫情的期间，会当甲剧场的人才留好调。记者综合报道。大平湾风景管理处打马宣布讲，对3月开始，国海大桥的开桥时间，对下晡4点半改做是5点。另外暗时后灯光表演的演出，对拜一到礼拜，逐工拢有无同款的设计哦。屏东大平湾这座航海大桥为中横开开，这游客围咧边仔欣赏。这是规台湾唯一一座会使拍开的桥，主体是设计好大型的游船出入大平湾的时使用。即马目前这是观光的景点。3月开始，休困日的尾暗5点开桥。因为时序现在已经渐渐迈入春夏，那白天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在3到9月份，我们的开桥时间大概就改为下午5点钟，原来10到2月份，就是原来下午的4点半。欣赏大平湾的风景有济方式，下晡会使骑脚踏车驶大平湾一日16公里，黄昏时看开桥，暗时有光雕照大桥，光雕为拜一到礼拜，逐日拢有无同款的光影是最变化。那现在的光雕秀大概就是晚上的7点到10点之间，那每个整点都有不同的光雕秀，大概5分钟的展演。那每天因为这个跨海大桥的光雕，它是1天1颜色，从礼拜1到礼拜天，大概就是红、橙、黄、绿、蓝、靛、紫。大平湾有海花的自然景致，也有别位看无的开桥景观，游客行脚到，日时暗暝拢有无同款的体验。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清明的前后是婚林水拿台湾黄金碧波的生炭期间，不过最近受到武汉肺炎的疫情的影响，来碧波馆参观人数是减真济。就有保育团体出来呼吁讲，千万唔通认为疫情甲碧波一定有关系，也唔通去迫害碧波的生炭地。来到婚林水拿乡的黄金碧波馆。当年清明的时阵，是台湾黄金碧波生炭繁殖的时期，常常吸引真侪民众来欣赏。不过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真侪户外教学取消，嘛，互旅客的人数减1半以上。就是在蝙蝠保育上，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间。像我们最近1、2月份的一些入馆的人数呢，就是有比以往大概减少了1半左右。那这个当然就是这一波疫情所引起的。那未来几个月后续会不会再继续更加的一些严峻的？黄金碧波馆的馆长张兴家就讲，参观的人数变较少，会当避免干扰碧波。不过有一寡民众因为看到真侪信息，讲碧波可能是新冠病毒的病源，煞去迫害碧波生活的所在，恐惊会互碧波保育的工课出现严重的危机。看到蝙蝠就是格杀勿论。那我们曾经也有看过一些学校或是一些团体在家里或是在他们所在的区域发现蝙蝠，那因为在报道之下并没有去理清所有的状况之下，他们就把整棵树锯掉，然后把这些蝙蝠干扰。因为研究了，现在还是没有直接证实说这样的一个蝙蝠的粪便也好，或者是它的会直接造成人类去感染冠状病毒。那在我们还不了解的情况之下，如果就去破坏了蝙蝠的栖所，或者直接对蝙蝠造成伤害的话，其实最后影响到还是我们的生活啦哈。嘉义大学的教授刘建南表示，蜜宝伫咧生态系扮演真重要的角色，逐工会当食青蛙食的蠓虫啊，若是因为无了解，煞去破坏因生活的所在，伤害到蜜宝，恐惊会影响到亚洲农作物害虫的问题。呼吁民众伫防疫期间会当避免接触蜜宝，不过嘛唔通去破坏因生活的所在，才袂互蜜宝的保育出现严重的危机。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暗时10点，公视台记台青春咱的网要出家来去看新北市的玩具博物馆玩具银行，看伊安怎修理一寡佚佗物仔甲回收的。玩具银行物流中心，逐年拢会当回收20公吨的佚佗物仔。
遮尔惊人的数量，大家敢知影？其实有九成拢是无法度做一般资源回收。为政府是无法度回收这个物件的，因为伊有塑胶啊，有螺丝啊，佮有贴纸啊，就这物件做伙，所以无法度做分类回收安尼。经过原居银行的整理，总会有无法度搁再使用的七淘米仔，就伫个逐个月举办的拆七淘米仔活动，互民众会当带囡仔尽量来拆。有时候像这种活动，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他的小肌肉发展还蛮不错的，他可以训练他的小肌肉。对，那有时候就是在家里面，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让小孩子去拆，那刚好有这个机会来这里，所以其实小朋友他玩得很开心。这款的活动唔但会当排解压力，嘛会当互内底零件，亲像螺丝、电线、摩打等等，会当搁再运用，互有需要的人来免费申请。阮拆掉了，有一些零件会使再利用啊。我们想过甲大家讲的是，你在买玩具的时阵啊，你要多想一下，多考虑一下。虽然逐年原居银行拢爱处理遮尔侪七淘米仔，互资源会当好好啊运用，煞比袂过民众交管含单调的速度，因此嘛呼吁民众伫需要买含想要买之间，加加思考一下。记者吕尚如、陈凯文、陈凯峰、新北市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0度到30度，中部地区对20度到31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2度。东部地区对21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6度到29度。新闻最后也带恁来到日本看人用手画歌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